Jia Chida Fang Yan Ma。伏羲氏跟台湾人是什么关系？李秋教小贺台语安怎写？台语碎碎念第8集，网页链接。周朝古语是台语吗？我吼你不苏鬼到底那个字？哪个字？李白是不是汉人？朱母是茶魔吗？内含一大堆几十个台语新字介绍，快拿纸笔进来做笔记。台语碎碎念第5集网页链接。电子邮件有装那个 T2S 或者是大声朗读，可以念文件的内容，全选朗读。